日用天糧。丙年四旬期第3主日舉行候洗者考核禮。出谷紀第17章3至7節。那時候百姓在曠野裏非常口渴，就抱怨梅瑟說：你為什麼從埃及領我們上來？難道要使我們的子女和牲畜都渴死嗎？梅瑟向上主呼號說：我要怎樣對待這百姓呢？他們幾乎就要用石頭砸死我了。上主回答梅瑟說：你到百姓面前，帶上幾個以色列長老，手中拿着你擊打尼羅河的棍杖。看，我要站在你面前，在赫勒布的一塊磐石上，你擊打那磐石，就有水流出來，給百姓喝。梅瑟就在以色列的長老眼前，照樣做了。梅瑟稱那地方為瑪撒和麥黎巴，因為以色列子民在那裏爭吵過，並試探過上主說：上主是否在我們中間？答唱詠，聖詠第95篇1至2節6至9節。你們今天該聽從他的聲音，不要再那樣心硬。請大家前來，我們要向上主歌舞，齊向救助我們的磐石高歌歡呼，一齊到他面前感恩讚頌，向他歌唱聖詩，歡呼吟詠。請大家前來，一齊伏地朝拜，向造我們的上主屈膝示愛，因為他是我們的真神，我們是他牧養的人民，是他親手所引導的羊群。今天該聽從他的聲音，不要再像在麥黎巴那樣心硬，也不要像在曠野中瑪撒那天。你們的祖先雖然見過我的工作在那裏，他們還是試探我，考驗我。保祿宗徒致羅馬人書第5章1至2節5至8節。弟兄姊妹們，我們既因信得成義，便是藉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與天主和好了。藉着耶穌，我們得以因着信德進入了現今所站立的這恩寵中，並因希望分享天主的光榮而歡躍。望得不叫人蒙羞，因為天主的愛藉着所賜予我們的聖神已傾注在我們心中了。當我們還在軟弱的時候，基督就在指定的時期為不虔敬的人死了。為義人死是罕有的事，為善人或許有敢死的，但是基督在我們還是罪人的時候就為我們死了，這證明天主怎樣愛了我們。若望福音第4章5至42節。那時候耶穌來到撒瑪黎雅的一座城，名叫色哈爾，靠近雅各伯給他兒子若瑟的莊田，在那裏有雅各伯井。耶穌走累了，就順便坐在井旁。那時大約是第6時辰，有一個撒瑪黎雅婦人來打水。耶穌向她說：請給我一點水喝。那時耶穌的門徒都到城裏去買食物。那撒瑪黎雅婦人就回答說：你既是猶太人，怎麼向我一個撒瑪黎雅婦人要水喝呢？原來猶太人和撒瑪黎雅人一向不相往來。耶穌回答那婦人說：如果你知道天主的恩賜，並知道向你說給我水喝的人是誰，你或許早就會求他，而他也早就賜給了你活水。那婦人問說：先生，你連打水器也沒有，而井又深，你從哪裏取得那活水呢？難道你比我們的祖先雅各伯還大嗎？他留給了我們這口井，他和他的子孫以及他的牲畜都曾喝過這井裏的水。耶穌回答說：凡喝這水的還要再喝，但誰若喝了我賜給他的水，他將永遠不渴，並且我賜給他的水將在他內成為湧到永生的水泉。婦人說：先生，請給我這水吧，免得我再喝，也免得我再來這裏打水。耶穌向那婦人說：去，叫你的丈夫再回到這裏來。那婦人回答說：我沒有丈夫。耶穌說：你說我沒有丈夫，
正對，因為你曾有過5個丈夫，而你現在有的也不是你的丈夫。你說得真對。婦人向耶穌說：先生，我看你是個先知。我們的祖先一向在這座山上朝拜天主，你們卻說應該朝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。耶穌回答說：女人，你相信我吧。到了時候，你們將不在這座山，也不在耶路撒冷朝拜父。你們朝拜你們所不認識的，我們朝拜我們所認識的，因為救恩出自猶太人。然而時候要到，且現在就是那些真正朝拜的人，將以心神以真理朝拜父，因為父就是尋找這樣朝拜他的人。天主是神，朝拜他的人應當以心神以真理去朝拜他。婦人說：我知道默西亞，意即基督要來，他一來了，必會告訴我們一切。耶穌向那婦人說：同你談話的我就是。正在這時，耶穌的門徒回來了，他們就驚奇耶穌同一個婦人談話，但是沒有人問你要什麼，或你同他談論什麼。於是那婦人放下自己的水罐，往城裏去，向人說：你們來看，有一個人說出了我所做過的一切事，莫非他就是默西亞嗎？於是眾人都從城裏出來，到耶穌那裏去。這期間，門徒請求耶穌說：辣彼，吃吧。耶穌卻回答說：我已有食物吃了，那是你們所不知道的。門徒便彼此問說：難道有人給他送來了食物嗎？耶穌向門徒說：我的食物就是承行派遣我者的旨意，完成他的工程。你們不是說還有4個月才到收穫期嗎？看，我對你們說，舉目看看這些田地，莊稼已經發白，可以收割了。收割的人已領到工資，且為永生收集了果實。如此，撒種的和收割的將一同喜歡。正如俗語所說的，撒種的是一人，收割的是另一人。我派遣你們，在你們沒有勞動過的地方去收割別人勞動了，而你們去收穫他們勞苦的成果。城裏有許多撒瑪黎雅人信從了耶穌，因為那婦人作證說：他向我說出了我所做過的一切。這樣，那些撒瑪黎雅人來到耶穌面前，請求耶穌在他們那裏住下。耶穌就在那裏住了2天。還有更多的人因為耶穌的宣講而信從了耶穌。他們向那婦人說：現在我們信，不是因為你的話，而是因為我們親自聽見了，並知道他確實是世界的救主，